邊個如果有咁樣嘅帕別達，我收5位數港幣。呢一塊係帕別達龍布多屈白路清 P， 市場上邊叫做片格陸坑，亦都係師傅其中之一款非常之出名嘅帕別達。香港人咧稱呼佢做火必打。據說當年開光嘅時候咧，無端端夜晚寺廟火燭，當啲火燒到去呢一批帕別達嘅時候咧，無故熄咗。而喺帕別達嘅兩邊咧有2輪好似火咁樣嘅嘢，佢哋泰文咧叫做格陸坑，其實咧唔係火嚟嘅。係一啲泰國古老傳統建築物或者寺廟頂部嘅一啲工藝品。而家咧 ACE 就即刻帶大家嚟睇下呢兩塊牌應該點樣辨認真假。當年呢一款必打咧做咗2種唔同嘅材質，必打嘅大拇指咧係比其他嘅手指大隻嘅，而且會突咗出去出邊。耳仔嘅呢一個位咧，佢會有一個好似包圍線咁樣圍住，而呢一條線咧必須要非常之清楚。去到佛身肚臍位咧，肚臍一定要夠深，兩邊嘅格陸坑唔會太清晰。而反轉塊牌，佢嘅後邊會有一啲好似雞蛋邊咁樣嘅嘢，係當年壓帽留低嘅。上邊嘅字龍布多同埋屈白路清 P 必須要夠清晰，中間咧係龍布多嘅印典呢醒起。呢一塊咧係經書版本，當年咧用嘅母帽係一模一樣嘅。揸住呢幾個點，我相信無論你係新手或者老手，你都會即刻識得辨認。如果你哋屋企任何人都有龍布多嘅帕別達想出樣的話咧，歡迎隨時聯絡我，下邊有我電話同埋 WhatsApp，多謝你哋。